究竟你點樣先知道自己有骨質疏鬆症呢？你知唔知道骨質疏鬆症咧係唔會引起關節痛啦或者骨痛嘅？如果你已經有關節痛咧或者骨痛，其實係已經係骨質疏鬆症嘅併發症，即係骨折啦。我係湯醫生，英國註冊嘅家庭醫生。呢個病咧係會導致骨質密度減少，令到骨骼嘅結構變得脆弱，因此咧就容易導致骨折啦。常見嘅骨折部位咧就包括股骨啦、脊椎啦同埋手腕骨嘅。咁既然骨質疏鬆係冇乜症狀嘅話，有冇啲檢查你可以做去查下你有冇骨質疏鬆症呢？骨質疏鬆症嘅標準檢查係一個雙能量 X 光吸收儀掃描，即係 DEXA Bone Density Scan。咁我喺英國 NHS 有冇呢個測試去做嘅呢？咁就視乎你係咪屬於高風險嘅群組啦。一啲高風險嘅群組咧，就包括收咗經嘅女士啦，一啲超過50歲嘅男士，同埋佢亦都有其他危險因素嘅。一啲非常低嘅體重啦，或者你以前有個脆弱性嘅骨折，你嘅父母有髖關節骨折，目前咧你係有長期食一啲口服類固醇嘅，吸煙啊、飲酒啊，另外就類風濕關節炎啦，仲有其他疾病，例如糖尿病、甲亢、性腺功能低下同埋一啲慢性吸收嘅障礙。咁如果你覺得你自己係屬於呢啲高風險群組嘅人咧，你可以咧去睇你嘅 GP。咁我哋咧就會喺網上面咧有個工具去評估你嘅風險嘅。咁如果你係合乎規格咧，我哋就可以轉介你喺 NHS 嗰度咧就做呢個 DEXA scan 啦。咁如果你係唔符合規格嘅咧，你都可以考慮私人去做呢個測試嘅。